交俾今日嘅司儀，今日嘅司儀唔該。社際音樂節比賽嘅賽事，我係今日嘅主持，2A 班嘅張樂欣。我係4A 班嘅余子穎。喺比賽開始之前，有請各位觀眾留意，請大家貫徹尊重有禮嘅態度，喺參賽者演出嘅時候保持安靜，同埋避免進出禮堂，以免阻擾比賽進行。適時可以給予掌聲鼓勵台上嘅參賽者。我哋今日好榮幸邀請到林苑庭助理校長曹天怡老師同埋梁雅竹老師擔任評判。咁事不宜遲，比賽正式開始。首先打頭陣嘅呢一組陣容非常嘅鼎盛，佢哋係由自6位綠社同埋黃社嘅同學組成，集合咗鋼琴、長笛、鼓、小提琴同埋法國號。佢哋會帶我哋進入一個遊戲世界，演奏經典樂器薩爾達傳說嘅組曲，由迷失嘅森林去到王國之旅，相信現場嘅機迷一定都好有共鳴啦！請大家用最熱烈嘅掌聲歡迎陳德謙、大森、朱孝芳、李美娜、大森同埋李俊賢。
希文。佢將會用鋼琴節奏風奇進行哈爾旋轉城堡嘅主題曲《Merry Go Round the Flag》。呢一首歌旋律優美，就好似坐緊旋轉木馬一樣。有請黃希文。呢一首歌充滿住春天嘅期盼同埋生命力，係一首好可以情感表達嘅歌。咁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多班王者嘅簡曉琳。
轉一轉，帶俾大家一啲 acoustic 嘅感覺，係嚟自五希灣紅城嘅林子玲，佢將會用吉他演奏 Like a Star。試下想像下喺一片星空下聽住吉他聲，係一件幾咁舒服嘅一件事。將舞台交俾佢，有請林子玲。
相信大家都覺得好治療。不過比賽氣氛又要再升溫啦，因為接下落嚟係初中獨唱嘅環節，4位初中嘅同學已經準備好展現佢哋嘅歌喉。首先得獎嘅係嚟自3A 班黃社嘅陳奕寶，佢揀咗一首難度好高嘅英文歌，就係《Talking to the Moon》。呢一首歌講述咗對月光訴說思念，非常之深情。唔知佢今日可唔可以唱到令大家都覺得好心碎呢？掌聲鼓勵陳奕寶！接下落嚟嘅呢首歌，相信在座好多同學甚至老師都識唱，係衛蘭嘅經典情歌《心亂如麻》。要喺台上面演繹嗰種不安嘅心情，少啲功力都唔得。接住落嚟有請3A 班紅社鄭祖一，佢已經準
準備好㗎啦，咁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嘅演繹啦。非常大氣嘅國語歌，係天后王菲主唱嘅電影主題曲《如願》。當時講述咗父輩奮鬥同願望，旋律非常之感動，要唱好需要好強氣質同埋情感㗎。挑戰呢首歌係來自3B 班男寫嘅葉詠欣，請大家俾啲掌聲支持佢。
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正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待我至明天。如果说你曾路过我的天，我愿成你的人，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你是所有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正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待我至明天。如果说你曾路过我的天，我愿做成你的人，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山河无恙，有我心肠，可是你如愿的眺望。孩子们啊，爱水梦想，像你深爱的那样。而我正梦你所梦的团圆，愿你所愿的永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的爱你啊。我也看见你未见的世界，是你为谁的诗篇，怎能你愿心中恋恋，你永在我身边。与你相约一生清澈，如你年轻的眼。嚟到創造最尾一位嘅參賽者，歌名聽就覺得好開心啦！就係嚟自3A 班6社嘅張淑琪，會為大家帶嚟開心果。希望佢嘅歌聲可以為今日緊張嘅比賽氣氛帶嚟一啲歡樂同埋輕鬆。有請繼續出場嘅張淑琪。
D 班嘅譚心如，我係二班嘅施莉莉。我哋而家就嚟到初中合唱嘅環節啦。咦，中豪，你聖誕忙唔忙啊？做咩突然咁問嘅？因為接住落嚟嘅參賽者，佢哋唱嘅歌就叫《聖誕很忙》，有請綠社 Free 多班胡文佳以及 Free Boy 班張淑琪為我哋演唱。佢哋真係唱得出嗰種聖誕節都要自己咁過嘅歡樂氣氛啊！科學講嚟講去都係嗰啲複雜嘅理論啫。接住落嚟呢首甚至科學就啱你啦！佢借住科學嚟反映人性嘅複雜同埋情感難以預料，同埋最尾可以理性咁樣揾到出
口啊！咁就等我哋有請嚟自紅社 3A 鄭耀欣以及 3C 連俊熙為我哋演唱《心之科學》。放一次手你那雙為你世界已經是你遇見你。他的五官也並不完美，提前都沒認，絕非因你下錯棋，曾多麼愛亦會你，誰的心事隨意記。情人不愛你，還不愛你，憑什麼否定你？月光有人鬧你，有人笑不你。被愛破了，如宇宙甘心規避，誰也摸不透地，問你怎麼與這鬥氣？天生變心有心窩，前面有考期，誰都不似別去比，誰失戀要受責備，何必將責任背起？人不愛你，還不愛你，憑什麼否定你？月光有人鬧起，有人笑不起。被愛快樂，如宇宙一心歸地，神也摸不透地，問你怎麼與這鬥氣？離離合合8世紀，斷斷合合無常理，不必有實力決叫他愛你。有人是獨角，你唱才完美，無人生之美能給夠你，唯獨這個贈你幸福地隨己。為何心死？大腦細胞調教着戀之分離，無法阻它變心，仍有空間永不是你。多謝，多謝。呢首歌帶出嘅堅決同埋喺困局入邊尋找自我嘅意義非常深厚，好值得我哋學習㗎。平時我哋就聽開中文、英文或者普通話嘅歌啦，咁仲有冇其他語言嘅歌啊？咁就梗係有啦，而且我哋接住來嘅參加者，佢哋唱嘅係日文喎，而且呢首歌嘅原唱都係唱英文㗎。咁大家又估唔估到係邊個呢？咁我哋事不宜遲，有請黃社 3A 陳奕寶以及紅社 3A 陳彩華為我哋演唱。佢哋帶嚟嘅歌曲叫《撒由那拉》，馬
得傑之家，有請。どこから春が巡り来るのか4月大人になった嫌で朝につぶてが飛べた切れない顔でもしも私に翼があれば願うたびに悲しみに来たさよなら100年先でまた会いましょう心配しないでいつの間にか花が落ちた誰かが私に嘘をついた土砂降りでも構わず飛んでくの力が欲しかった誰かと恋に落ちてまた砕けてやがて離れ離れ口の中肌のしがみつめて唾を吐くまだだけ羽を広げ気ままに飛べどこまでも行け100年先も覚えてるかな知らねえけれどさようならまたいつかしぐるるやしゆくのまじりやゆ見るさばかしとめそめふれる見上げた先は何もいなかったああいなかった光顔でさらばないで背中を殴りつけるもの外れ人の中のうちの句の先にこそ私は春を見る誰かを愛したくてでも痛くていつしか雨離れ流れ歯を握りしめてしかと黒みちぎる津軽け狙い定め悲しい空へどこまでも行け100年先もあなたに会いたい消え失せるなよさようならまたいつか今恋に落ちてまた砕けて離れ離れ口の中鼻をしがみつめてそうはにつを吐く今羽を広げ気ままに飛べどこまでも行け覚えたいから私になんだ知らなかったのよさようならまたいつか Thank you由輕快嘅旋律轉去淡淡嘅悲傷，聽完真係要轉身而去啦。咪住先，咁咪一轉到人家都忘掉我？咁熟嘅呢句，唔通係 Gary C 嗰首嘅《用背脊唱情歌》？冇錯，呢首歌係圍繞住心碎同埋繼續前進嘅困難掙扎，同觀眾分享嗰種令人心碎嘅孤獨。有請復社 2C 范希瑩以及男社 2D 盧燕希為我哋演唱，而范希瑩同學仲會用吉他自彈自唱，請大家細心欣賞。我
哇，咁快就已經完咯喎！接住落嚟就係大家萬眾期待嘅頒獎嘅時候啦。大家心目中得獎嘅同學係邊個呢？俾啲聲嚟聽下。我聽唔到，可以大聲啲啊！係大家今次都太努力，我太多心水講唔到啦。咁係咪就要頒獎呢？咁我哋事不宜遲，而家有請能源團隊嘅校長上台為我哋頒獎啦。而家首先頒發我哋組賽事嘅獎項，獲得季軍嘅有2個同學，分別係朱漢濤組以及黃希文組。賽事獎項，覺得初中獨唱組嘅季軍係 Free Boy 班葉詠欣男社。
而獲得亞軍嘅就係 2D 班盧燕希。